大亮点就是裸视3D 沉浸式体验、AR 扩增实境以及那个 AI 沉浸式体验，还有3D 的地贴，这些都是着重在视觉的效果。我们希望让大家来玩的时候能够因为这些视觉的特效，然后会想要做拍照，然后或者录影，然后再上传到个人的社群媒体，来达到一个扩散的一个效果。这个科艺之旅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首次在台南出现的裸视3D 的这个视觉效果。除了用昆山这个地名去延伸出这个大禹的祝福这一个主秀之外，另外我们还运用了台南的这400年来著名的一些古迹，做成一个古迹的列车，然后带大家遨游这400年。还有大家最怀旧的，就是比如说台南小时候大家在玩的童玩，比如说这些打弹珠啊、俄罗斯方块啊、铃鼓啊、小鸭啊，我们把这些玩具跟童玩融合在我们的裸视3D 里面。在我们的沉浸式体验里面，我们除了回顾400年来的这些古迹之外，我们还让大家看到了从以前到现在的台南这些年来的这些演变，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利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维度，从400年前的台南一路回顾到未来的台南，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告诉大家说未来台南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然后结合了比如说跟台南有关系的这些音乐人，然后这些文化古迹的内容、自然的场景，融合在这次的科艺之旅当中呢，希望大家更认识这400年来台南的变化。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看到我们台南跨世纪科艺400科艺之旅哈，那充分显现了这个我们用一些科技可以从我们过去回溯过去，一直到看到现在，一直到展望未来。那尤其是对自己的名字来做长头诗，我相信很多市民，我觉得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好，那用自己的图像来经过生成式 AI 来做成这个古代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戏剧人物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那所以说欢迎各位好朋友福老西大的带小的亲子，不管是到和乐公园或者来这边观赏我们一些跨世纪的这个科艺之旅，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好。那我相信在展期期间，一定能够让很多市民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在货柜屋，或者在这个裸视3D 每个小时表演4次，这些都是会让人很开心、很惊艳的。欢迎大家来到和乐广场观赏我们跨世纪科艺400之旅。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了是估计欢收看1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仔是119消防节，为了确保农历过年期间有够额医疗验会，台南关会中心伫北安关会室特别举办关会行动，同时结合消防局第6大队推动防火防灾宣导，期待透过活动提高民众防灾意识，嘛回应关会救人爱心。1月19日是119消防日，台南的拍火兄弟为了让这个全球节日更加有意义，特别响应关火中心伫北安关火社活动，号召警消同仁做伙来关火。今天是北安捐血中心的开箱活动那他特别选在今天119这个节日来开箱这个活动，觉得非常有意义当然，我们消防局的弟兄一定要来热情的赞助一下那新的北安捐血中心它装潢其实跟一般的捐血中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设计很明亮、很细腻，然后又有一些可爱的玩偶陪伴着大家为了提供更加趣味的关火体验，关火室特别甲插画彩语录合作，重新装潢内部环境，以彩彩模样为主题，打造出一个适合亲子同行、真有趣味的关火地点。时间来给身份证就好。
南部地区每天大约需要2100台医疗用货，由于寒冬甲学生族群放寒假，造成农历年前货库存大幅降低。关会中心甲市府卫生局拢出来呼吁民众做伙来关会救人。由于天气比较不稳定，然后而且学生陆续的期末考，然后要放寒假，所以我们最近的血液库存是相当的不稳定。那我每一天大概需要用2100袋的一个血。那希望我们透过捐血月的一个活动，让希望鼓励民众最近希望多踊跃出来捐血。我们有医疗有护理，然后我们有医院有人力，但是我们没有血品的时候，在民众碰到疾病或意外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哈。在这边也真的很感谢捐中的用心。那在这边也借由这个机会，感谢我们119的消防的伙伴哈。老姜红茶嘛停关会活动，特别准备了早鸟40份的早餐，提供给消防兄弟以及工作人员补充营养，希望因有更加侪能量，会当为民众提供服务。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受天气影响，关会中心货库的库存量平均只剩4天到7天，相当的紧急。所以安平开大体育宫就甲关会中心合作，伫庙埕办关会。庙方嘛准备体育宫建庙337档的纪念邮票来销送，鼓励较侪民众做伙来响应。安平开大体育宫今年度的第一场公益活动，特别选择甲台南关会中心合作，伫庙埕举办关会活动。庙方也准备了建庙337档的纪念邮票来销送，鼓励民众踊跃关会。俺鼓励着俺大家共同来做公益。按妈祖精神嘛是一直在做公益啦吼，所以伫年头的时阵，我们就响应了台南400人，就先来做这个按的关会活动啦。为了要打响我们全年度的活动，甲这个关会活动哦，所以阮将按典藏了20年的20档前吼，安平开在天后宫，依照妈祖的神旨吼，来做着这个邮票纪念邮票。已经典藏20年了，所以我们为了响应今年的400人，所以我们就拿出了100张来给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一次捐血活动的前100个送完为止。排第第一位要来关会民众，就是安平文珠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周信安。伊平常时就有关会习惯，这次伫网络上知影天后宫要办关会活动，时间一到就早来排队关会。我住第一个上车，我今仔日关500cc。哦。往时有无关会？有啊，无关会，那超500就分去啊。迎接台南400，天后宫以安平马主比大的精神发起号召，鼓励民众做伙关会救人。安平开大天后宫接续落来，将会有更侪宗教文化相关活动要来推出。希望以宗教界带动散播爱的精神为宗旨，鼓励大家做伙踊跃参与公益。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新台币基金部3天前取得美国国家紧急救护技术员学会认证以后，这2天内就伫院内开设课程，另外嘛伫院外积极来培训第一线的救护技术员，甚至一般的民众。甲大家拄到外伤紧急的救护，上要紧就是先施加压力来指挥，避免老岁伤济失去性命。新台病院急诊部医师，当时新检南区医疗紧急应变中心的副执行长张宏杰表示，伫日常生活中，真侪外伤的急救事件，亲像跌倒、撕裂伤、物件擦掉、工作受伤，或者是交通事故等，如何第一时间正确来指挥，就会用大大提高伤者的存活率。如果遇到外伤，然后或者是突然可能，例如说玻璃破掉啊、跌倒、头皮大量的出血，那该怎么去帮病人做处置？其实一般不用特别的器材，其实大部分人也做得到这样子。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主要就是会分你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安全，然后确认现场是安全的才去救治病人。如果不行的话，其实还是要适时的求救。然后发现出血部位的话，其实最简单就是拿干净的衣物，然后直接对伤口做加压，其实就会有帮助对伤口有止血的效果这样子。医师表示，这套课程不但提供系统性、
而且全面的到病院进行创伤救命术的培训，包括呼吸、循环、出血、小口等范围。另外，还包括基本的急救技巧、创伤处置、简易的评估等。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参考新台病院急诊部，或者是南区医疗紧急应变中心的网站公告的资讯。希望借由课程的推广，让更多急救的知识和技能会用融入社区，提高民众对急救的应变能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选结束，伫迎接过年进前，议员蔡立青为了庆祝热清朝伫台南提下全国上悬的得票率，特别扩大办理写春联。19号伫议会大厅邀请书法大师张炳煌甲王时贵做伙开笔献福，同时甲民政局长分别写下台南上青4字，主要代表台南是上烈的城市，同时嘛预祝国运昌隆。台南市议会1楼大厅上午不但贵宾云集，另外还佫充满真厚的册芳甲茶芳，因为农历春节就要来到。台南市议员蔡立青特别邀请书法大师张炳煌甲王时贵到现场来写春联，同时还佫摄入茶色，让现场充满茶芳甲册芳。台南真的是个好地方，然后再进到我们台南市议会，看到炭墨飘香，那么大家都要来，真的是要过年的那一种气氛啊，所以心里感到非常高兴。那我想，把春联跟书法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所追求的年年平安，然后续之于春联。那我们今天大家有很多人写，那我们也更希望，你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写，不管你写的好不好，我想春联代表的是你一生的平安，一生的就是一年的这一个如意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现场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今年先更好，当然是会更好。谢谢大家，谢谢议会。两位大师分别代表一南一北，加上市府甲议会代表、民政局长蒋玲煌、甲议会副秘书长王建龙，4个人分别写下台南上青4个字，为活动来开笔献福。新春要到了，然后尤其呢，总统大选刚结束，那尤其我们的老市长赖清德这次在台南市开出全国最高的得票率，全国过半。那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的扩大了举办这一次写春联的活动，特别邀请到南北2位最具名的书法大师，有我们的张炳煌大师，还有我们台南市的书法界祖师爷王习圭老师，还有我们各个书法老师来为我们台南市其实是特别请他们来开笔献福，来感谢我们的市民朋友，也为我们台南市献上祝福，希望我们台湾在我们赖清德总统的主政之下国运昌隆。那我们台南市呢，跟台南市议会也一切呢顺利平安，然后祝福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所以今天这个全国大串联、书法界大串联，来特别为我们台南市献福。那也特别请老师写了"台南上青"4个字，来代表台南是最棒的一个城市，也是上盖青的一个城市哈。今天蔡立青在议会里面发起了这个送春联这个活动呢，也表示咱这个过年尽量搞过年尽量搞尤其今年是台南市的大年，就是有台湾灯会跟台南400比较重要的活动。当然非常谢谢市府，还有那个我们市议会这议员同仁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支持，还有建会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议员蔡立青表示，台南上青4个字，除了代表台南是上青的城市，伫个总统大选，台南拿下全国上悬的得票率，同时嘛预祝未来赖清德总统伫个执政时会用个国运昌隆。接续会后嘛开放民众免费来索取春联，排队的民众是客满整个议会大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社区大学大港分校为了迎接龙年，由个性书法班发起公民写春联，将伫安南区高庙口一个接一个来写，免费送予大港乡亲。
台南社区大厦台港分校推动大庙形学个性书法班顶4个班级，900位师生发起公民写春联庙口阴凉年活动，特别先伫13店庆兴宫庙口来写春联，同时展出台港16条砖头诗作品。这边咱要迎接2024吼。咱这个青龙年吼，所以同学发起这个公民写春联的运动，大家学习吼，做伙来写春联，送咱乡亲，来推广着咱在地汉语文化，恢复着咱在地学习在地的这种大庙形学的精神。大庙形学个性书法班同学拢真用心，呈现的作品拢有着自身的风格。因将前往旧河村慈安宫、海尾雕凤宫、溪顶寮保安宫。2月7日，伫13店庆兴宫，要写春联送予台港的乡亲。学员吼，愿意用学习的这个成就吼，来回馈咱的乡亲，吼，所以这迄个笔啦、墨啦、纸啦，拢是咱学员吼自动自发要奉献，吼为乡亲啊来服务。咱这人工写书法、免费手提春联的，拢会爆满啦吼。所以区长伫遮门斗呼吁，这是非常好的活动。咱区有这个活动，要感谢咱在座各位。不管是任何用途，到现场拢会当依照需求来写。一连4场的写春联活动，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参加。另外鼓励台港乡亲斗阵来写书法。台南社区大厦台港分校5月也将伫13店总头寮、公亲寮大庙开办庙口书法班，振兴书家文化。台南新苗出发采访报道。海淀国小小台港的河流读册会，经过10几届学生轮流来守护嘉南大圳，护早潮汐将对出海口回到校门进前的河滩地。同时，学生嘛完成1公里河堤的彩绘，希望大家伫上下课时会当看见台港美丽早潮汐的生态。台南市海淀国小学生一个摕起画笔。将各种类型的沙尾啊彩绘伫河堤边啊。我画的是台湾泥蟹，因为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它是在泥土里面，觉得很特别。画的时候，旁边的阿姨有给我看照片，照片上面有灰色、蓝色跟绿色。湖边馆招潮就是它的特征，就有螯是一大一小的，螯会跟身体是一样大的，但是。那个因为没有位置可以画，所以我画的螯会比较小。我发现我的那个位置会有很大的太阳，所以我就帮我的湖边馆招潮加上了墨镜。学生透过实地调查，发现校门前有湖边馆招潮、印度刁蛮蟹、台湾泥蟹、近亲拟像手蟹以及凶狠圆轴蟹。经过1个月的时间。总算画了40只沙尾啊！学以致用共同来奉献所学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小学生的这个 USR 的这种行动当讲透过流域专题研究的这种小论文的研究来倡议来彩绘这个河体的生态。这项行动也得到水利署的支持。台南社区大厦台港分校特别伫学期结束之前，将小台港彩绘河体来发表。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等公部门代表也到场，予学生鼓励肯定。小朋友都用非常生动的方式把它画出来。那小朋友也有倡议了一个公车站牌的这个形态那我们希望可以早日来完成。这条河堤彩绘以谢谢你回来为主题，希望所有民众到阵来山海镇国家里的散步，到阵来守护河川。台南市苗栗县采访报道。守护后一代是大家共同信念。这摆新北市政府邀至北部八县市结合4大超商推出了幸福守护店，共同宣誓对今年1月20号开始，那18岁以下囡仔厝内发生变故、困难、摇巴肚，只要到超商填资料，就当领出100块以内餐点饮料。陪囡仔渡过难关。
光复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带来热情的舞蹈，为北台8县市幸福保卫战记者会揭开序幕。新北市副市长刘慧兰表示，新北市从102年起和统一、全家、莱尔富及来超商合作，成立幸福保卫战，成为社会安全网的一环。18岁以下家里遇到急难状况的学童，饥饿的时候可以到超商求助取餐，超商通报后由市府跨局处力量协助个案家庭，迄今已经有92089人次取餐，发挥守护儿少功能，协助许多家庭渡过难关。112年北台区域发展推动委员会将幸福保卫战纳入合作计划，只要是涉及就读或是在北台8县市境内发生急难事由的18岁以下学童，都可以到4大超商求助取餐。孩子不能让他没有东西吃，就只有这个想法。因为中低收入户各个情况，我们都有在列管，都有在协助资助。可不管他是哪一个人，就像刚刚影片所提的，家里就是有突发状况，他就是那一餐，很可能他这一辈子就只有拿过那一次。就只有那一次，可是已经帮助到他。阿公阿嬷正在医院，没有人煮东西给他们吃，有这个作为，他刚刚可以看到，这个是真实的孩子，真的会担心孩子会羞涩，觉得开口要突然间去跟人家，好像跟人家拿个东西来吃，而且免费的，就是不好意思。北台区域涵盖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以及苗栗县。各县市响应成立幸福保卫战，并积极筹备各项工作。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来完善社会安全网不足的地方，真的很重要。他也期望未来能够将额度配合物价，从100元再调到150元。我们非常需要这一块。我开过府外委员的会，府外委员对这个非常的关心，甚至还提出来说，100块会不会太少了？我们都知道，超商现在一个便当至少99块，再加上饮料，会变成150块。我说这个要经过会议跟我们刘副市长好好商量才有可能。不过，今年已经定了这个金额，那很希望将来还是有机会可以调高。我觉得社会安全网如果可以靠小孩子，就像刚刚刘副市长讲的，可以来补足，找到来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113年1月20号寒假开始日，北台区域内24小时全年无休，近7500家的4大超商将成为儿少的安全守护据点。学童只要填写基本资料，不需检视证件，就可以到超商取餐，选取饭、面或面包等主食餐点和不含酒精的饮料。后续由超商通报县市政府，再由县市政府视个案情形，挹注社福或教育资源。8县市政府将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更多善心的力量，公私协力，用爱守护学子。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为了获得厝酒后开车的朋友体会生命珍贵，高雄监理所特别将道安讲习设伫殡仪馆内，除了互因体验冷场的气氛，也是伫参观火葬场甲考古的所在，希望校员莫个酒后开车。在立法院通过修正道交处罚条例，并且得公布酒驾累犯姓名及照片后，施行办法已将近2年，但还是有民众讲不听。除了似乎不怕罚则外，黄汤下肚后，更是以生命挑战公权力。而为了贯彻酒驾零容忍政策，让酒驾累犯感受生命的珍贵，同时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高雄市区监理所特别将酒驾讲习课程安排到市立殡仪馆上课。只见学员每位低着头，表情跟着民众严肃起来。那这个体验的话，是针对我们酒驾的这些驾驶人，他们到了我们的高雄市立监理所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另外再安排一个到我们高雄市立殡仪馆的一个实际，让他们实际体验一下我们这些如果说因为车祸而往生的人员，他到了殡仪馆，他的整个的一个生命最终的一个过程，包括说我们一开始从他们进到我们的冰柜，然后停尸间，然后看他们去看我们的那个整个洗大体的一些的他们的设施的状况，最后我们到了他们的火化场那边，让学员去了解一下，其实生命是非常珍贵的。那就大家感受一下，现在今晚下全国因酒驾往生诸位亡灵。
高雄市区监理所指出，酒后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不仅造成人员的伤亡，更会让双方家庭破碎，财产也跟着损失，日后付出的社会成本同样是难以估计。因此，将酒驾再犯班的体验课程直接搬进殡仪馆，好警惕学员爱惜自己，尊重他人生命。第一到那边后，他们觉得说，哇，真的是哈，如果发生酒驾的行为，那如果影响到别的，也影响到自己，那别人的家庭受到多大的一个损伤，内心都有一个很大的震撼。也是说，有学员也在想说，哎，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除了我自己受伤以外，其实我影响到别人的家庭是这么严重。他们也都想说，哦，我下次就不会再犯。监理所除了安排模拟告别式会场的课程外，并在殡葬礼仪师的导览下，实地参观了各项人生终点站必经的过程。会后参与学员也共同签署酒驾零容忍的宣誓，并直呼以后再也不敢酒驾了。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收看1月19日中港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